常见应该就是违规停车吧？应该是第一个违规停车，第7个这个红灯右转吧。我觉得应该是闯红灯吧。最常见的话，应该是比如说违规临停吧。对骑机车的人来讲，就是如果车子违规临停的话，机车常常就必须要绕出机车道，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增加就是用路上的安全的顾虑。今天想要讲争道行驶，因为像来的路上有时候车流比较多的路段啊，然后有时候遇到就是可能汽机车想要超车，然后机车就常常会切到内侧的快车道，然后对于就是开车的驾驶人来说，其实这样子就还蛮危险。台南市10大常见的交通违规哦，那第1名是违规停车，第2名是超速，第3名是闯红灯，第4名是未依规定使用灯光，第5名是未转弯未依规定，第6名是争道行驶，第7名是红灯右转，第8名是未依标志标线号志指示，第9名是违规临停，第10名是未戴安全帽。我们经常看到用路人开车或者是骑车，他贪图方便，直接在路边或者是十字路口、交叉路口，甚至在人行道还有行人穿越道，直接停下来。像这种行为一般都会挡到后面车子的视线。有时候后面的车子为了闪避前面的临停违规停车，为了闪避前面的车辆，去跟其他的用路人车辆追撞这样。很多驾驶朋友就如网络所说的切西瓜或者是鬼切直接从外侧车道左转，或者是从内侧车道右转它跟争道行驶差不多是一个概念。一般我们在路口接近路口处会画设双白线，那这个双白线的用意就是禁止驾驶人横越或者是跨越双白线那这2个交通违规都会造成后面用路人闪避不及，突然冲出来追撞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请每一位用路人从自己做起在路上多点耐心，多点安心。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其实交通安全是行的一个基本权利了。那过去台湾常常被人家讲说行人地狱，台南也常常被人家批评我们的这个交通的事故率比较高。那我们从硬体跟软体方面的改善的双管齐下。硬体的部分，我们对于路口的设计，包括行人专用石像，还有包括路口的改善，这些在做那另外软体的部分，我们希望驾驶人跟同学都能养成，跟我们的市民朋友都能养成安全通行的习惯。大家好，我是杨顺怀，欢迎收看11月20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立法委员选举开始登记，在登记第1天，现任立委陈廷辉甲议会这位议员共同前往台南市选委会进行登记，并且用炸裂应援曲展现团结的气势。立委选举登记第1天，台南市议员陈秋平、杜素莹、蔡秋兰、陈怡晶、周丽金、陈碧玉、余柱清、曾之杰等议员做伙陪同立委陈廷辉来到选委会登记，并同齐唱着炸裂应援曲，为陈廷辉加油打气。炸裂陈廷飞，一起炸裂陈廷飞，炸裂陈廷飞，一起炸裂陈廷飞，非常努力，陈廷飞动作！今天很感谢，就是我在议会所有女力的好姐妹一起陪同我
过去可能只有妹妹陪我，但是现在是我的姐姐妹妹一起陪我，然后在今天完成我们的登记哦。那这一场的登记，其实对婷飞来讲有一个不一样的意涵，因为这个意涵我们希望展现的是女力的强度，以及女力的韧性，甚至是女力的柔情哦。因为女力她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面向，她可以很坚强，而且很强势，担任是照顾一个家庭的一个领导者，甚至是一个家庭的妈妈。可是她也很柔性，可以去处理所有家里面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像处理所有选民的一些疑难杂症，做沟通、做协调。所以我相信，我今天陪同我的都是最佳的女力，而且都是在政坛当中最能够展现体贴、用心、努力的女力。所以今天那么多人陪我，我相信我们都希望用最强女力，能够展现我们的连线。这个连线，也就是我们服务的连线、有力的连线，还有女力的连线。陈廷辉表示，政治努力才无轻松。虽然社会上高化着两性平权，但是具有传统思想，也是让女性的政治人物爱突破比男性寡济关卡，付出加倍努力。嘛，正感谢今日所有议员旗鼓相挺，大家共同展现女性柔和甲兼具毅力的特质。陈廷辉将近26年来，是目前台南上资深，嘛是上少年立委。伫担任立委这16年，向中央争取超过1200亿建设预算，以及修正侪侪法案，来捍卫人民以及弱势权益。侪侪表现也可以得到国会评鉴第一名好成绩。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要参选台南市第2选区立委的议员陈坤和20号召开记者会，指控对手立委郭国文的博士论文作弊，要求成功大学尽速审查。台南市议会无党联名的召集人陈坤和20号中昼，伫个无党联名的议员，包括周奕驰、吴以环、甲叶坤元，以及国民党籍的议员李良钦、蔡宗豪等人的陪同。会同律师当时嘛是陈坤和的大兄陈坤明共同召开记者会。会中陈坤明以8个外话调查，指控郭国文立委的博士论文是偷生甲抄袭。更加以过去杨泽全甲高斯普等教授的指控论文抄袭，甚至后来2022年国家图书馆的论文下架，指控郭国文的论文作弊。伊摕这个论文，将伊伫城大图书馆所展览的迄个图书甲换起来，当时呢向国家图书馆呢去甲换迄个古办起来。那伊去甲换的目的，伫伊的想法就是讲，我真呢偷啊将高斯普教授伊的团队所讲遐的时阵哦，来甲换起来了后，修改过，换起来了后，伊国家图书馆还是城大图书馆，伊的古版呢就下架，放入去仓库，不可以借阅。伊这本新的论文去代替旧的迄个论文，伊顶有呢将伊家己毕业版的迄个论文呢自己去把它下架，等于所以阮内底家人就讲，他就是自灭，自己把它毁灭了，自己把它下架。伊家己无承认了嘛，伊才承认这部新的，但是这本新的论文呢，并无亲像旧的迄本论文，有经过伊的博士考试的委员来甲审查，无审查过。所以这本论文，我较会讲伊是论文，毋是博士论文。今仔日，咱高斯普团队，甲你找出你遐济迄个抄袭，就是因为你无加注、无加引号。那陈坤明律师，伊搁甲你整理130外只，无写注、无加引号，我都想，啊！你讲你若要引用，你拢会要求家己加注、加引号，啊！结果人查开，两个团队
高淑柏的团队交陈坤明的团队，遮济所在无遮子、无遮引号，安尼恁会认为这篇论文敢是写对无？还是糊弄欺骗社会？会长陈坤明律师伫咧10月20日向新台来检举论文作弊的指控，不过到现在审查进度还是真慢。因此，会长陈坤明律师嘛表示，要将论文的情节整理并且出版成册。针对陈坤和议员的指控，会后各国文律委嘛回应，如果是单纯就学术的论文，会当先来检举，等新台审查结果出炉以后，确认爆料是毋是正确，才过来开记者会。而对手的阵营却选择迷信审判，甚至攻击新台的公平性，只是为了伫咧选前进行人格抹黑。目前针对2位放弃各自领域的名誉，为了选举不断来抹黑的人，伊嘛已经分别来提出告诉。郭国文表示，对手的爆料根本是无可信度，质疑抄袭，但其实新台伫咧2018年就认定无，质疑学校包庇，佮提不出证据，出册大概只用咧写成幻想小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上个早一档是歌手也是演员的王千宇回到台南举办个人版画展览，展出伊50档以来创作。这次近第一摆再来以画作《红楼一律》所制成的合作作品，透过镜头做回来看。让我们朝希望的中央，多少祈祷在心中。这首祈祷是王千宇的成名歌曲之一，伊除了是一位歌手，也是一位艺术家。这次特别回到故乡台南，举办个人版画展览。长时间，他是以台南女儿这样的一种身份自居为荣，事实上也是等于是回馈乡里，以及再次把他这么几十年来在推动就是台湾日本的这种友谊桥梁上面，在做出一个巨大贡献。回想过去，伫2009年莫拉克洪灾，王千宇关注作品意味，互人印象深刻。这回再来50档以来所创作的43把版画，伫台南美术馆做展出，其中更有伊亲手制作的日本和服《红楼一律》首次展出。这些台南的囡仔非常欢喜呢。然后因为没有带到台湾来给朋友们看，所以呢，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感情。日本的文化里面有很多是受中国文化。那 kimono 原来也是从我们的这个文化过去的，那在日本它改良了一点，然后到今天。展出作品以回归古民厝甲和谐庭园为主题，透过王千宇的观察力，去画出充满故事性甲生命力的艺术创作，希望让民众参观的时阵，会当感受到平安、心灵平静。台南新闻双怀采访报道。第一天西庄欢喜斗阵行，宏伟科技2023年度上大胜事，第2届府城宏伟观光工厂公益半程马拉松伫18号登场，活动吸引超过1000万人报名参赛。专注健康事业，宏伟科技伫观光工厂建立10周年日子，特别举办第2届府城宏伟观光工厂公益半程马拉松比赛，和市民大众做伙健康斗阵行。活动也特别邀请到台南市长黄伟哲、立委陈廷辉、安南区长魏文贵、台南科技工业区厂商协进会理事长叶宝宏、台南市推广观光工厂促进会理事长梁金生、经济部台南产业园区服务中心主任郭根源、成功同济会廖崇顺会长、府城同济会蔡耀正会长、罗里门天后宫主委林瑞兰、四册大奖庙总干事王富成、丁贵宾莅临现场，并代表民情为跑者加油。宏威观光工厂的各位好朋友、新朋友、老朋友，还有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谢金星创办人，大家早安！很高兴来参加最厉害的台江水争欢喜到顶行，我们宏威健康路跑有半马，还有
这个10K， 那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健康活动。那市长在这边也要拜托哈，我们持续的参加很多健康活动，因为明年是台南400，我们也要发行健康护照。健康护照干嘛用的？抽奖用的啦，不是，是那个健康护照，就是你只要参加一定场次的健走啦、马拉松啦、半马这些都能够集章集满几个章之后就可以参加抽奖，抽奖就有最少要有电动机车起跳哈，希望大家都能跑出健康，走出快乐。那很谢谢我们宏威最优质的观光工厂，也谢谢我们现场这么多好朋友来参与。宏威科技创办人谢正兴博士表示，这场公益马拉松的活动是受到市府委托办理，除了是要庆祝台港建庄200周，同时也希望透过活动来传达健康的观念。我们宏威呢，受市政府的委托来主办这一场公益半马马拉松，也是要庆祝呢我们安南区建庄200周年。那我想呢，走路运动是现代的人生活比较缺乏的，而我们公司呢，主要是以走路就会健康医疗器材的足弓矫正器来推动全人类的健康向前迈进。所以我们这一次是第2届我们有5公里的，有10公里的，有半马21公里的希望每个人呢根据自己的量力而为，大家可以快快乐乐出门欢欢喜喜的度过美好的一天，平平安安到家健康。因为我个人认为一切都是为了健康，健康才是自己的大事。宏威科技总经理谢宗宪也碰到罗里门天后宫的妈祖，做伙加入建造行列，成为活动另外一大焦点。抱着妈祖是一种祈福的一种仪式的状况对，那这个想法也感谢那个入我们天后宫的林瑞主委的发想，那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让我们台中的，然后让我入我们天后宫能够一起让这一次的路跑活动能够圆满成功。宏威科技创办人谢正兴博士表示，今年是宏威科技10周年庆，也是创立世界足弓矫正日第2个年头。透过这次盛大活动，邀请更多对着健康有兴趣的跑者甲民众，一同为健康起跑。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台南市212年联合婚礼第1摆第3上回衡水道博物馆举办，由市长黄伟綽担任证婚人，见证国家对新人的浪漫爱情故事。由市府民政局主办，台南市112年联合婚礼，18号首次伫3上回衡的水道博物馆来登场，现场安排代表幸福的乐团演奏甜蜜的婚礼歌曲。由着市长黄伟綽亲自担任证婚人，为参与的新人宣读结婚的誓词，见证50对新人的浪漫爱情故事。是否愿意共同许下承诺，在往后的婚姻道路上，无论富贵或贫穷，健康或疾病，顺境或逆境，皆愿意相互扶持与爱护，愿意彼此尊重与包容，相爱相守，永不放弃彼此，直到白头。新人林柏桦和现场所有的男方，你们是否愿意？我愿意，不要怀疑。新人林佳杰和现场所有的女方，你们是否愿意？我愿意。我现在正式宣布为你们成为夫妻。我要代表台南市185万市民朋友们，恭贺各位，祝福各位永浴爱河，互相情牵彼此的手，走人生的路，
开创美好的愿景与前程。那我想，在这个时候，各位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也要祝福所有的嘉宾、各位亲友团、各位主婚人所有的长官贵宾以及最重要的我们的新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幸福满满。现场参与的新人市府除了准备8项的结婚贺礼，包括行李箱、好运产定。另外，市长更加加码幸福好礼的摸彩，奖项包括有电视、冰箱等家电，另外还有上万块的现金、礼券等，多达50几项的实用礼品。现场的新人中奖率会讲是100%。会后，市长嘛一甲所有的新人甲亲友做伙来翕相留念。台南新闻综合报道。为陈廷辉18号伫花园夜市举办第2场亲子活动，现场有侪侪美食单位以及趣味游戏，不论大人囡仔拢参加真欢喜，互原本应该是正题的活动变做一场嘉年华。第2场菲菲姐姐陈廷辉招大人囡仔转来咱的兜活动，由于顶礼拜第1场的亲子活动大受好评，无论大小朋友拢算甲超级嗨。18日伫花园夜市的活动。再次吸引真侪亲子家庭到场同乐，现场有安排泡泡的表演、阿公咸糜、古早味的冰淇淋、棉花糖以及比比灯推荐的东乡台菜大头菜、蔡水成的挺台湾卤面等等。互这场政治活动一点仔拢无政治味，只剩美食香味以及大人囡仔笑声。这道的活动上主要咱就是菲菲姐姐系列活动的开始，然后咱第1场伫顶礼拜。做热闹咧，嘛真欢喜，所以咱今仔日伫北区花园夜市，其实足侪人拢开始咧问大家拢知影菲菲姐姐上后办活动的，所以到咱每一道咧选举的时阵大家拢讲菲菲姐姐咧，所以菲菲姐姐是囡仔也叫菲菲姐姐。70、80岁阿公阿嬷嘛叫菲菲姐姐，所以我看到菲菲姐姐这是一个责任，我就是要带欢乐、开心给我们所有的大小朋友。所以咱这道的主题就是菲菲姐姐要招大人囡仔转来咱的兜，要招大家来佚佗。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快乐的园地，大家来到家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政治的氛围，就是很开心。其实我们的政治其实就可以这样子很不政治，而且很开心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陆续陆续爱关注到阮的活动，其实你会感受到讲，原来咱的这选举每当大小都可以很开心。经过这次的活动，真侪民众拢真期待接续落来，菲菲姐姐会推出什么款的活动？陈廷辉表示，接续落来每礼拜拢会举办系列活动，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也欢迎大家加入陈廷辉官方的赖账号，随时接收活动相关资讯。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台南市 AI 机器人创意甲全国赛伫中山国中登场。吸引超过500位学生报名参赛，展现创意以及技能。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到场，替学生加油打气，同时体验救难英雄、智慧城市等 AI 机器人项目。台南市打造科技数位学习之都，19号举办 AI 机器人创意甲全国赛，总共有213队538名学生报名参赛。上个动手组装机器人，下晡进行比赛，不但趣味，更有教育意义。那我们的机器人比赛，在日本，不管是日本和歌山，或是在美国 FIRST 的这个比赛，事实上台南都有很好的成绩。接下来就是我们如果获得冠军的这个优秀的队伍，将来要出国比赛的时候，我们市府都会补助一些经费，让大家能够把最厉害的台南经验能够在国外为国争光。台南在教育方面，自细汉扎根 AI 教育，学校有定时设计等课程，培养学生的智慧科技力。比赛场地地主中山国中就是真好的示范。那中山国中呢，本身自己也有4个科技团队，包括我们的生活科技竞赛、仿生机器人、手持机，还有我们的电竞社。尤其生活科技竞赛呢，在111学年度呢，
在全国78队当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全国的第1名。比赛强调甲生活议题结合，伫当中会当看到学生无同的创意。教育局表示，这次比赛包含基地救援、守护家园、救难英雄、精准打击、智慧城市等项目，最后产生出10支冠军队伍。台南新闻双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